今日波記激情四射，射到南區首個容積率1.5嘅住宅。哇！啲鋁合金門、裝甲門啊，安全絕對有保障。聽講啲樓板20公分喺度，哇！各位老友記，有冇 feel 到一種瀑布聲喺度都冇問題啊？之後嘅話，佢哋啲交標，我覺得係其實幾 OK 嘅。全屋都係方太，之後智能系統嘅話，全屋都係華為嘅鴻蒙智能。啱先包括個門都睇咗一下，係歐派嘅。佢哋啲細發展商用材用料都係用嘅品牌都係幾 OK 嘅。最正嘅話就係呢個景啦，大家出嚟睇下。哇！呢邊咧就朝東南，前邊就睇五桂山嘅山脈、樹木園。咁嘅話，如果呢邊嘅話有各位老細，如盈新城啊、越秀啊、萬科啊等等呢啲老業主，其實可以召喚過嚟嘅，因為呢個屬於新規嘅戶型，而且佢個實用面積嘅話去到130%左右有。基本上嘅話喺呢個片區嚟講嘅話，南區缺貨缺咗咁長時間，可以過嚟召喚翻過嚟呢一邊，而且佢樓下嘅人間煙火味特別嚴重。你睇下嗰一條街，全部都係嗰啲餐飲啊等等，呢度係屬於美食街嚟嘅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過嚟揾下波仔睇下呢個樓盤。